44歲嘅 TVB 男神吳卓羲突然宣布同大自己5歲嘅富婆女友結婚，消息一傳出就好似炸彈咁喺全港引爆。呢段姐弟戀修成正果嘅背後，佢前女友官恩娜連夜清空咗社交平台上嘅恩愛相，網友就酸溜溜咁話：終於揾到終身飯票啦！呢場豪門聯姻背後，究竟係真愛無敵，定係精心策劃嘅一場上位大戲呢？奉子成婚，竟然係佢，女方身份出人意表。8月31號，一條爆炸性新聞喺全港傳開，44歲嘅 TVB 男神吳卓羲被爆秘密結婚，新娘竟然係大佢5歲嘅神秘富婆。消息一傳出，全網都炸咗，網友紛紛猜測呢位富婆究竟係邊個？吳卓羲點解突然宣布結婚？據內部人士透露，吳卓羲同富婆女友嘅戀情早就喺圈內傳開，但兩個人一直好低調，從來冇公開承認過。直到近日，吳卓羲嘅經紀人突然證實咗婚訊，仲透露兩個人已經交往咗4年，而且女方已經懷孕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輿論就瞬間引爆，網友紛紛感嘆吳卓羲呢次真係揾到歸宿啦。然而喺全網祝福聲中，吳卓羲嘅前女友官恩娜卻連夜清空咗社交平台上所有嘅恩愛相。呢個舉動立刻引發咗網友嘅熱議。難道官恩娜對呢段婚姻心有不甘，定係話呢場婚姻背後另有隱情？提起吳卓羲，就唔可以唔提佢嘅風流史。從出道到現在，吳卓羲嘅緋聞女友多達16位，簡直可以話係海王中嘅戰鬥機。2005年，吳卓羲同廖碧兒因為拍攝《心花放》傳出緋聞，兩個人被拍到多次深夜約會。不過呢段戀情只維持咗短短幾個月就結束咗。之後，吳卓羲又同衝上雲霄嘅女主角葉璇傳出緋聞，媒體仲話佢哋係劇組夫妻。拍攝《酒店風雲》嘅時候，吳卓羲又同官恩娜擦出火花，兩個人被拍到喺公眾場合毫無顧忌咁拖手，甚至共度良宵。不過，吳卓羲嘅風流就冇因為呢而停止。2011年，佢進軍內地娛樂圈，同女星張馨予因為拍戲而生情。不過呢段戀情就因為一張床照而曝光。當時張馨予喺吳卓羲嘅微博上發佈咗一張自己嘅床照，瞬間引發咗軒然大波。雖然吳卓羲輕描淡寫咁回應話張馨予需要安全感，但呢段戀情最終都係以分手告終。分手之後，吳卓羲嘅緋聞依然不斷。佢同江若琳、鄭欣宜等多位女星傳出過戀情，但每段戀情都好似短篇小說咁，曇花一現。網友紛紛感嘆吳卓羲嘅感情生活比 TVB 劇集仲要精彩。隨着吳卓羲婚訊嘅曝光，神秘富婆嘅身份都引發咗全網嘅猜測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呢位富婆叫林婉儀，係一位好低調嘅商界女強人。佢唔止擁有多家上市公司，仲涉足房地產、金融等多個領域，身家高達數十億。不過，林婉儀嘅身份就唔止咁簡單。有內部人士爆料，林婉儀同吳卓羲嘅相識，竟然源於一場慈善晚宴。當時，吳卓羲作為嘉賓出席，而林婉儀就係晚宴嘅贊助商之一。兩個人喺晚宴上相談甚歡，之後就開始咗低調嘅交往。對於呢段戀情，吳卓羲一直都好低調。佢曾經喺接受採訪時表示，感情係私事，我唔想過多透露。不過，隨着婚訊嘅曝光，吳卓羲都唔得唔正面回應，我哋真係已經結婚啦，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哋。然而，網友對呢段婚姻嘅質疑聲就從來冇停止過。有人認為吳卓羲係為咗林婉儀嘅財富先選擇同佢結婚，亦有人認為林婉儀係睇中咗吳卓羲嘅名氣，想借呢個機會提升自己嘅知名度。面對呢啲質疑，吳卓羲同林婉儀都冇正面回應。就喺吳卓羲宣布婚訊嘅當天，前女友官恩娜卻連夜清空咗社交平台上所有嘅恩愛相。呢個舉動立刻引發咗網友嘅熱議。
難道官恩娜對呢段婚姻心有不甘，定係話呢場婚姻背後另有隱情？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官恩娜同吳卓羲嘅戀情曾經一度被外界睇好，兩個人喺拍攝《酒店風雲》嘅時候相識，之後就開始咗低調嘅交往。不過呢段戀情就因為吳卓羲嘅風流而結束咗。分手之後，官恩娜一直都好低調，好少喺公開場合提及吳卓羲。不過呢次吳卓羲嘅婚訊就似乎觸動咗官恩娜嘅神經，佢連夜清空恩愛上嘅舉動，被網友解讀為心有不甘。有網友猜測，官恩娜係咪仲愛住吳卓羲，定係話佢係用呢個方式表達對呢段婚姻嘅不滿？對於網友嘅猜測，官恩娜都冇正面回應。佢喺社交平台上發佈咗一條簡短嘅動態：過去已經成往事，珍惜當下。呢個回應雖然簡短，但似乎暗含心意。隨着婚訊嘅曝光，吳卓羲嘅婚禮現場都成為咗全網關注嘅焦點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吳卓羲嘅婚禮喺一間豪華酒店舉行，現場佈置得好似夢幻咁。婚禮當日，吳卓羲着住定制嘅西裝，帥氣逼人，而新娘林婉儀就着住一襲白色婚紗，好似仙女下凡。兩個人喺親朋好友嘅見證下，交換咗戒指，許下咗終身嘅誓言。不過，婚禮現場就唔係一帆風順。據內部人士爆料，喺婚禮進行到一半嘅時候，突然有一位神秘女子闖入現場，佢手持一張相，話自己係吳卓羲嘅舊情人，仲要求吳卓羲俾佢一個交代。呢個突如其來嘅變故令現場氣氛瞬間緊張起來，吳卓羲嘅面色都變得好難睇。不過就喺呢個時候，林婉儀就站咗出嚟，佢微笑住對神秘女子講：過去嘅事情就俾佢過去啦，我哋而家要珍惜嘅係當下。林婉儀嘅呢個舉動贏得咗現場賓客嘅陣陣掌聲。而神秘女子都喺林婉儀嘅勸說下，默默離開咗現場。呢場風波雖然短暫，但就令網友對吳卓羲嘅婚姻更加好奇。呢位神秘女子究竟係邊個？佢同吳卓羲之間究竟有咩過往？隨着吳卓羲婚訊嘅持續發酵，網友對呢場婚姻嘅爭議都愈發激烈。有人認為吳卓羲同林婉儀嘅婚姻係真愛無敵，兩個人相識多年，感情深厚，呢次結婚係水到渠成嘅事。亦有人認為呢場婚姻係精心策劃嘅一場上位大戲。吳卓羲為咗林婉儀嘅財富，林婉儀為咗吳卓羲嘅名氣，兩個人各取所需。喺網友嘅熱議中，一位自稱係知情人士嘅網友爆料講，吳卓羲同林婉儀嘅婚姻其實係一場交易。吳卓羲為咗擺脫海王嘅標籤，想揾一個穩定嘅歸宿，而林婉儀就想借助吳卓羲嘅名氣提升自己嘅知名度。兩個人一拍即合，就有咗呢場婚姻。呢個爆料立刻引發咗網友嘅廣泛關注。有人認為呢位知情人士嘅爆料可信度好高，畢竟娛樂圈嘅事情邊個可以講得清呢？亦有人認為呢係無稽之談。吳卓羲同林婉儀都係成年人，佢哋有自己嘅選擇同判斷，我哋應該尊重佢哋嘅決定，而唔係無端猜測。據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透露，一位曾經同吳卓羲有過多次合作嘅導演喺談及呢件事時顯得好坦然。佢向記者表示，其實吳卓羲同林婉儀嘅婚姻並冇外界傳得咁懸浮，佢哋兩個相識多年，感情基礎一直都好穩固。呢次選擇步入婚姻殿堂，都係水到渠成、自然而然嘅事。至於嗰啲所謂嘅猜測同爭議，我覺得大多數都係無稽之談，大家唔使太過當真。而另一位資深娛樂記者喺接受採訪時就俾出咗更為中肯嘅評價。佢透露講，喺娛樂圈呢個名利場裏面，吳卓羲同林婉儀嘅婚姻確實難免會涉及到一些利益考量。不過呢，其實都係呢個圈子嘅常態，畢竟喺呢度，名利雙收往往係好多人追求嘅目標。不過我覺得呢都唔妨礙佢哋之間產生真摯嘅感情。
婚姻終究係兩個人嘅事，只要佢哋自己覺得幸福、滿足，外界嘅看法其實都唔係咁重要。針對上述兩種截然不同嘅觀點，本報記者都進行咗深入嘅分析同思考。我哋認為吳卓羲同林婉儀嘅婚姻，或許既包含咗真愛嘅成分，都唔可避免咁存在一定嘅利益考量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呢都係佢哋基於自身情況做出嘅選擇。作為旁觀者，我哋應該俾佢哋足夠嘅尊重同理解，而唔係無端咁進行猜測同指責。喺呢場牽動全港嘅世紀婚事裏面，我哋見到咗吳卓羲同林婉儀嘅幸福時刻。從婚禮籌備嘅點滴消息流出，到盛大婚禮現場嘅驚艷亮相，每一個環節都緊緊揪住大眾嘅心。婚禮現場，鮮花簇擁，夢幻嘅佈置好似童話中嘅場景。吳卓羲着住筆挺嘅西裝，眼神中滿係深情同堅定；林婉儀就着住華麗嘅婚紗，好似仙子下凡。佢哋手挽着手，喺親朋好友嘅祝福聲中緩緩步入禮堂。交換戒指嘅嗰一刻，佢哋眼中閃爍嘅淚光，係幸福同承諾嘅交織，令喺場嘅每一個人都為之動容，亦透過屏幕傳遞俾咗無數關注呢場婚禮嘅人。不過呢場盛大嘅婚事就唔止帶來咗浪漫同甜蜜，都好似一顆石子投入平靜嘅湖面，激起咗層層漣漪，引發咗網友嘅熱議同爭議。有人為佢哋嘅愛情送上最真摯嘅祝福，相信佢哋係彼此生命中對嘅人，呢段婚姻將會係佢哋幸福生活嘅起點。但亦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，猜測呢場婚姻背後係咪隱藏住唔為人知嘅秘密，係咪有利益嘅糾葛？各種聲音喺網絡上交織，有祝福，有質疑，有調侃，令呢場婚事變得更加引人注目。不過，無論呢場婚姻背後隱藏住咩秘密同真相，嗰啲外界嘅紛紛擾擾，終究都係過眼雲煙。婚姻係兩個人共同經營嘅事業，其中嘅酸甜苦辣，只有佢哋自己最清楚。我哋都希望吳卓羲同林婉儀可以珍惜彼此，喺未來嘅日子裏面，無論係面對生活嘅風風雨雨，定係享受平凡日子裏面嘅溫馨點滴，都可以緊緊相依，攜手走過人生嘅每一個階段。